苏三
叫苏三，是苏三，我早已知道了。今日亲自莫名而来啊呀！王金龙。玉断肠，为吾在关中藏中。
为姑娘啊，姑娘啊，我要想公子但想无法，我要想今儿与你常来往，万望姑娘思路马。只怕是长眉起源是荒唐，归程你不肯独上你们俩呀，真是才子女佳人，一见倾心。哦，妈妈，小生告辞了。怎么这样就走了？哦，妈妈，这些银子切做茶资。散不了，一碗清茶就散不了。明日相见。明天再来。哎呀，今天都来。像这样的老实与节省，当也难得。望京龙23元跟风光，谁开山外落斜梁。
想起花的名，应该有赏。多谢公子。妈妈，妈妈。贵人公子大喊大叫的做什么？妈妈，我因为三姐改名牛当成了。那连名字都改了。是经过手法上人，才使我想起一花的名。妈妈，你叫我赏他银子5两。赏你5两，妈妈，赏你，去，弄到晚真像5两赏你，这，滚！妈妈，你怎么将金哥滚下来去？身上没有银子外摆什么架子？妈妈，你的是要你多嘴。妈妈我是王公子啊，实不相瞒，苏三为了你不肯再去看，我哪有银子就经过啊？妈妈，公子今晚是带来的36000两银子，你早就用完了。年年未到那36000两。我是王公子啊，你那36000的银子哪能用上一生一世啊？我还为你添了不少银子呢。那，我说你能听听，我说妈妈，不要再啰嗦了，等我写信回家取菜，银子其实就可寄到。王金龙当开天窗10两哇！你写了多少书信回去，怎么一分银子都没有带来？我已经开不出饭来了。王金龙，你今天银子带到便罢，要是没有，什么样？我还我妈妈回去。今4次想当初，我随大山来6000人，姐夫会用进院门，包儿望着小脸人儿。我不低头一离手，若不二来是我上，再盖一座百花天，先忙金杯无肉粥，有天才不有彩屏，想不到自己未有一年走，36000人全已化灰烬，包儿死里才。冷眼相待走起身，公子，劝公子莫为此事太操心。自从名字不从亲，想你年少放青春，原应该来自多事情8分。青楼岂是旧楼梯，公子啊，不是早日为暖情。富贵功名
小生之命就是这样才好。这次我要为转南去，没有完成全部那赢啊！公子，这些水生你拿去对我银两。不，哎呀呀，这乃是三级兵之长代的心内之物，这舍不得。哎，既然勇气同心，还分什么你我？王金龙，谁知有鬼？这样公子非王腾的之事，不妨书上一片此情，也就是了。是东邪杀尽。苏三，妈妈，今日是你婉愿进香之日，怎么忘了前去婉愿进香？乔子已在门口等待了。是他，公子要为暖情，没有寸子，我正可趁上香之便，向永华姐妹上香银两。妈妈，我就去。不花，妈妈，怕陪你弟弟去婉愿进香。是，姐姐，快去吧。公子，我去叙旧来。三姐。当初有见情得意，如今无见被小人欺。金龙，拿来，拿什么？银子呀！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，银子估计是就可见的。我现在去要，现在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你我走，走，就是走，也要等三姐回来。身上没有银子，为什么三姐死去的呀？你走不走？我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！来人，在！妈妈，与我过了出去。是，走。真是欺人太甚！为什么欺你？你身上穿的这身袍子，还是苏三姑娘做的呢？把她衣服脱下来还我。是。哎呀，妈妈，王公子啊，我就是知道你是有银子的。啊，苏三姑娘的手上，好啊！你这个不要脸的穷光蛋，竟敢偷起姑娘的手上来了！妈妈，与我当差员去。
什么？我这三姑娘是喏，是送鲜花。她可有个看见，还说什么鲜花？妈妈，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呀？哎，自从走了王金龙，他天天长病在房中，三日不振气不畅，愈哭愈闹不蓬松，一日三餐不肯吃，要他即刻死不中来，死不中啊！那你劝劝他呀。我硬地当来，软地哄。十苦十艰苦中用中用。妈妈不用担心，我经过替你去劝。他连我的话都不听，你能劝得醒他？还是让我再打他一顿，怕他不起来，即刻。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嘿嘿嘿。那苏三姑娘是你雷春院的要件事，要是真的当出病来，你妈妈去靠谁呀？这不是经过夸口，要是我替你去劝，只用三言两语，保证那苏三姑娘违心转意。要是你真的能劝得醒她，妈妈我受不了你的好处。什么好吃？今年银子1两，太少。那么2两不够，3两，最少5两，5两。好，5两，去5两，一为定。哎呀，谁来拿你？好了，我要劝了，你先别开。老娘在此。有方，哎呀，妈妈，你在这里，我就劝他不行。为什么？那生要脸，死要逼。妈妈，你在此，我就是把他劝醒了，他又怎么好意思答应你？对，那你劝醒了来叫我，劝醒了来叫我啊！三姑娘。结果你来了，我托你当天王公子的下落，不是他呀被我找到了，人在哪里？还有我的三姑娘，你的王公子只在关王爷的府上了。
你要出去看望王公子，那孩儿岂肯放你出去？这便是好。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啊，亲姑，我不会。要你为了王公子非走不可呀！哎呀，你快走起来，走起来，亲姑，快走我不会。走起来，走起来！亲姑，我不会。走起来，走起来！哎，走起来！亲姑，我妈妈，妈妈！你们吵什么？苏三，你今天要再不去看，当心老娘当着你个这个人腿！哎呀，妈妈，不好了不好了，那三姑娘她疯了！啊？你同她这些什么呀？方才我正在劝她，谁知她就无言落语起来了。啊苏三，你怎么啦？妈妈，他骂你老不死，你这个老不死，他骂你怎么玩不死？你怎么还不死？他骂你今天就要死，你今天就要死！你们看，天边上降下了一朵祥云啊睁眼看，原来是天降神兵。咦，你不是关王爷吗？苏三啊，哪里来的本王爷呀？你来看，关王爷身体在，策马上谁拿着青龙刀，威风凛凛。啊！你现在哪里我的？哎呀！哎呀！相思上冷落在苦海风尘，谁人说早晨起呀？雨后再明。啊！我在关王庙内烧了一个娘。哎呀，哎呦，啊！你快救救我呀！关王爷太打我了。
你不杀，请你放有书生吧，我一定叫他到鬼王庙前来万缘进香。大家去也。妈妈，好了，哎，好了。苏三，你醒醒呀！我下来了。哎呀，苏三，你醒醒呀！哎呀，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呀，关王爷显灵啦！关王爷啊，他要你到关王庙先去万缘进香。到关王庙，我不去。不要多说了，我不去。哎呀，你要再不去啊，关王爷可又要发怒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快走吧。哎，荷花，荷花，来啦，妈妈，我是。快并陪姐姐到关王庙先去万缘进香。是，姐姐，快走吧。好雨来，
我囊中是心徒人难一生来履不问报，我大天飘也强这落得孤苦凄生的关忘当时他经历经过，我心侧望为望居高，偷偷带我把书生找，不知他看辛苦得到，不知他心事无不知他能否来顾苗王公子，苏三姑娘夸你来了。真的。继父，姐姐来夸你了。公子，三姐，三姐，想不到三姐真的会来到古庙。苏三夫子的不在当天，公子下落。公子，你怎会落到这般光景？啊，不的也罢。始终离去把相守，本是里心事小。他狠心将我赶出门，我随即饥饿无处告。我是回不得家乡，见不得爹娘，落魄可的有谁晓？我也曾几次上门来找你，到儿时千方百计来阻挠，一块经过把心酸，才得消慰，才怪我了。
天姑妈妈记残苗，张平张风雨张成才能相见，再观心为家尽的去公口，这样才好。相公子满不文才，插口张张，只要用公道诗，定能尽报的名。唉，这是我要为作难尽，路途遥远，没有船只，是何应得？掌柜啊，是掌柜。苏三早已想到，这些银两常与公子作为路费。哎呀，女子人山在相中，我望进龙民公非妇。苏三必负他去，怎有一事？三在请教，我望进龙不容礼。苏三红衣白花里，情侣眉相顾，光阴赢得公子来在亲，天涯茫茫与子心。公子啊，苏三好比花中栽，你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。今日花开杜美人，蜜蜂恋花子不离分。但愿花下一落丝，那蜜蜂不要一去去不应心。三姐放心，我王金龙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我虐在神前谋事，神灵才
王金龙一朝一日军方得走，就不顾问三金。把我的终身伺候。不能官职大小，王金龙什么去苏山，叫我不得好好死。公子言重了，苏山也有一表啊。上令太长，公子非苏山不去，苏山非公子不嫁也。一段情。那这里有人票一张，我要一手交银，一手交钱，苏三要马上跟我走。难道还有什么条件吗？不瞒沈大爷说，苏三姑娘不忘举情，不肯即考，还需想个办法。对。不曾我们家嫂书信一封，是王金龙已经特征高官，拜托你沈大爷，你就对苏三姑娘说，拜她到南京会见王公子。可是他之下，他不就乖乖地跟你走了吗？好计，好计，造计而已。
生老对子为来了，为得了个妓女牛堂称。什么？你还切醋啊！切醋，不切什么醋？困于斗了苦，眼中的。既是眼中的，何不把过情？说正讲，我早有准备，写下为是4月里，也是你哩。再将才名太监肉堂称，太监牛堂称，这就是一箭中双雕，一箭中双雕。用它眼中的。用它眼中的。这样一来，你我可用做夫妻，爬得到郎。永祝夫妻把得到郎。牛当菜，我这里同一一包，我先请红豆远马通官府。牛当菜来，哎呀，来，牛当菜。哎呦，大爷我真入戏。牛当菜，你为什么体谅我，总是进而怨子啊？大爷，你为什么还不陪我到南京去找王公这样啊？牛当菜，你哪知我深夜里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嘞？大爷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哦，我是叫他奉义不来的。牛当成，来，你把这碗羊肉面端去大爷去。是。大爷，大娘送来了羊肉面。哎呦！我家大娘真以为啊，哼！嘿，牛当菜，你也缺点？我不缺。哎呀，你，哦哟！味道真不错。哎，牛当菜，你也缺点？我不缺。牛当菜，你大牛真
万事从了我吧。哎，牛刀菜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来，牛刀菜。哎呦！这个狠心奸人，今晚还是我家大爷，我定要将你送官举判。大爷，冤枉啊！妻子之心难测。
难与穷相见，再要团圆一无苏三，你一路之上风花赏尽，见鸟脱心，地地刻刻又有何用？老爸，我好冤枉你！我从公道当了一世的家产，不知听了多少冤枉事，见到多少冤枉人呐！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，不公道不公道，只有天知道。老爸，我有天大的愿望，但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。哦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女子，还会有天大的愿望。不妨说给我听听。老爸，你听了你我就在这里欣赏一位这关路吧。多谢老爸。哎呀，这么大的大热天，我趁着棍子昨晚要起床，你背着从家哪走得动？来，待我替你拿下来哦。老爸，此乃朝廷王法，怎能取得？哎呀，天高望地远，出了阵玩过什么王法？皮骚哦！来，多谢老爸。老爸你真是个好人啊！好人，好人连儿子都没有一个。老爸14年前尚无儿女，没有儿子倒也罢了，连孙子都没有希望喽。老爸尚不言弃，苏三娘为命令言语，不知意下是何？我哪有这么大的造化？哈哈，死不得，是的，死不得，是的。
哎呀，哎呀，女儿，这个棍就当做见面礼，你趁着走吧。弟弟，来，此次多谢弟弟。哎呀。最近我这痛苦声，说什么爹娘心疼，才愿意将亲生女儿送出门。听说是身体所怕常无奈，不做分离也伤心啊！还哭喊到还伤良心，他不该忘恩负义负深情，我为他挣得多少鲜花你，到头来将我美于生一林啊！把儿子留在他乡连你啊，不见花莫上门，姑娘年轻当作要件事，到生老之活就当作陌路人，谈什么良心说什么恩，还不是忘记把你我深情啊！三苦恨负上生一林，他不该表远带来一段情，没人想你三百两，害我山西受苦这种人真是该死，有两个穿件就生气死去。哎呀，哎呀，是苦恨，必是他娘有企图心，他不该让你托死亲夫君，与美同团挂红铜药，害我冤枉。
我的呀！哎呀，你不找，他就用赢；他一打，你就找。哎，他的打是软就退了。哎呀，苏三啊，你越听越的有什么用吗？哎呀，我越思越想越苦。我也不是个好人，来，带上，弟弟，带上，弟弟，我一句话儿出彩去，弟弟一旁怒气生。我追上前去，忙陪你。弟弟，弟弟。哎呀，哎呀，弟弟慢了，前面就是关帝古庙，向先生我与公子才上前立下誓约，事情对我做高尚礼。去吧。伤心。
谁是难行？去分离，报云路，远近大奔。玉山郎，放去手，怎能相见？再要相见，看我容易。除非你那王公子是不负娶我，要不说你永远难生啊！哎。老弟弟他在他永远难分，不与我约他成心思与情。天哪，叫苍天天不应。求神灵神不应，苍天的为我开眼，菩萨的为我不灵验。苏山中山生一世，做官也要去升天。不要再哭了，天色不早，带上走吧。弟弟啊女儿有一事要与弟弟相商。什么事啊？在老中一人替我写下圣愿大钞，事情常在身旁，我弟弟正要想个办法替女孩成长才好。哦，女儿，你家亲长子夹在人家之中，尽量多添大人，开手开家就成上了。此事多谢弟弟。远远
寻常啊！哦，是吗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此牌名叫苏塞，是京都刘春月的名妓。听说他与新婚大人之间，潘大人不可妄语哟！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啊！升堂！大人，万物苏散，可曾带到？现在他去带上到来。是。反复苏散上堂，可你的事情，反复带到。反复因我不得起头来，玉才不管抬头，是你不才抬起头来。是。我这里寂寞来滚，果真是苏山生源，都多残缘，一生是不言我。
么二位年兄官话，实在也是对婚呐。请问大人，此案为甚呐？此案本是杀人命案，哪有不审的道理？是此你我一起问呐。请。范夫可有长子？也呈上来。封礼可有长？你实有，叫你呈上来，你有什么？这是何道理？分明是不鸟路，来呀，大营死会！什么？哎呦，马人！万空长子陪审死去，故海藏在家内。王大人开以先之恩，当撇手开枪，万无总是拒绝，也是明目。大人，当撇手开枪，此理可以。撇手开枪，是。检查3日后领取为何？范夫，曹操之上的也输了。大人用兵。岳堂惭愧之罪，督察院。上子上面写的书上，可曾有当成有什么道理？是啊，上子上写的是书上，可以成就当成，这有什么道理呀？分明是不鸟路，用意。慢点，大人。范夫，面朝华贵，慢慢地数来。面朝华贵，一数来。岳堂参本来是公子弟弟，你几岁进院？ 7岁就进了进院门，在院中住了几年？不顾岁月与去程。你仔细看是哪一个呀？那一年巧遇王，王什么？王书上你要是仔细了。王什么？王公子，他本是官家世子头是臣。王公子是官家之子。哎，本院审的乃是你们是亲夫的儿子，谁要听你院中给去之事？啊，大人，没是亲父，我要分。院中之事也要问，问得明来，审得去。谁可竟要问得明？是此事嘞，听着要审，定然要审，要问，要问。好，两公子太郎相思。问呐，问啊，审呐，审啊，
这以我看来，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大的可看。哎，哪里是顾客？只怕是我们之中出了个败家是什么？啊，叶兄，以我看来，那王公子可算的是个大大的可客，算不得。哎，年兄，大人是算的，你我就说是算的嘛。算的，算的。我三大门迎去探情深，可曾见到那王公子？我与他姑庙二天从下为抱头痛哭再续情，神仙定下生死门。啊，年兄，像那牛郎村倒是个有义气的，怎见得？那王公子已经穷路了跑，那牛郎村还与他再续旧情，定下了黑石山门，这岂不是个有义气的人吗？哎，哪里是有义气？只怕是草门之主虚情假意哟！穷途落跑，再续旧情，定下了黑石山门。
啊，二位年兄大圣。他是有力气呀！我大发公司去观看，趁他名字为暖居。再让他多少？黑夜之间，一无天平，二五等称，用色呀来300余两。哎呀，对呀，黑夜之间一无天平，二五等称，用谁也来，只有300余两。哎呀，大人，莫非？哦，我说是那王公子哦。早见早见300两，到分明苏三正他也是300女，岂不是300两哦，300两，人证明来心欢喜。哦，原来大人说的是300两，我300两。二位年兄，我们再算下去。讲。自从公子为暖居，我在暖炉上有病。公子非我不娶妻，肉汤成例子不讲
分，红铜元帅会1000两，牙药分赃800名，上堂先当48，这部新的班子难容忍。你可曾造成？反骨反抗不造成，大老爷呀，必定当他无数坑啊！大人为何不言不语？此儿外甥啊！神呐，问呐，苏三，你在牢中治了几针？在监中治了1年里，可有人前来探望？前来探望无与人，宝儿你，光把宝儿无踪影。你那自信的王公子哩？他正是苏三万我手牵牵，眼见神游王公子，你可怎能？眼前啥有王公子，青纱改脸认得清。像那王公子头戴乌纱，身穿毛袍，只怕他不来神游。上人见得公子面，我总是纠结也欢喜。苏三堂上许久情，好事乱箭错有心。他句句都是真心话，我岂能听着心脏看不尽？你当下为来相赠。我不掉掉，不由梦境。苏三，你的案情本可已知，但所望清楚是为水落石出，你暂且下去吧。是。这趟官司未同意，牛堂趁着在放宽心。
莲花是玻璃粉，到如今花家已散落，那蜜蜂一去就无音信。宋三，你还不快出院去？二位英雄，那有当成确实有我，对明日理当复审，明日复审。对他。哼，潘大人，依我看来是徐安大人却是苏三的就是竞争，他是娶烟花女子为妻，有失官体，令我到上奏审举。刘大人此言差矣。刘大人官长是西长，与人方便，司机方便。刘大人不必过于审真嘛。这想到王金龙张元杰的归位行为，令我围在他场，冲着这个把不理由。那就是告到他这不负敬畏，也不为娘你去做啊，何必接下这个原则？刘大人不妨三思。那以潘大人之见呢？看来那女郎村杀之冤枉，我们何不为他平复此案，再深山推走，惩戒他们？这样一来嘛，嘿嘿，你我到上有高升之望啊！去！前来团见，团王什么人？团王善姬。善姬？我这里没有善姬。哦，我是来团王牛当成的。牛当成，你是他的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弟弟。牛当成的弟弟。啊，那你是王八宝儿的儿子喽？哎，拿来，拿什么？银子啊！哈哈，怎么到妓院要银子，演到牢狱也要银子了？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要请老姐们去款银子金。你尽管要我，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尽管要我牛当成的弟的银子，其实把父亲我来了。老娘也要他的银子。你，好好好，见你说你出事物，随我来。啊，牛当成，快来！来了。
牛大成，有人托望你了。玉生，三姐，三郎，三姐，三郎，三姐，千三郎啊，千三姐，悲喜交集，来自情啊！一个三姐，一个三郎，像什么之地？哎呀，分明是对夫妻。哦，其实被妈妈识破，就请银公方便嘛。那就方便吧。啊！三姐呀，三郎，三郎为生，我念君命，不能相违，相离生深夜团结来情在。望金龙莫是何进城啊！公子故上恩爱深，富贵不忘几时尽。可怜我好像不怕少爷，你要与我把冤伸青山居放欢喜，我情愿不得这地不沙漠，要去山间成浪门。三姐，不好了！雷大人、快大人前来查见，你快出去！三姐，二位大人前来查见，我先走了。三郎，三郎，哎呀！你受人当官到此，他是牛大成的弟弟。是，当时何日？前来团见。深夜探监，一放进来有哪些？哎呀，马来，我只把父亲爱忘记了。大胆！我跟毛翠巡安大人来啊，张灯上来与我宽顾明白。是。不能行王大人，背着该死，背着该死。哦，好了，去。啊，大人，我等已将赵先生与病死捉拿归案，与牛当成并非了结此案，立即释放，请大人放心。三姐，快来接过二位大神，多谢二位大神。哦，奇怪，我等会要做个严正的媒人，讨被喜酒哦，取消了。哪里？请大人与夫人莫有非议，今夜完婚。多谢二位大神成全。